好功夫，嘿，有看到希望有招咱去斗阵相是，食宵夜，讲迄个时阵才读着要来读故事。好，来，咱家己我甲努力感谢一下哦，然后这个是，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模式，那头拄仔你讲着就是讲咱的这个大头盔啊，吼，今仔日吼咱在座真侪老师，真侪专家，真侪高手吼，但是若讲着这个大头盔啊，咱光山这个业师的这个执行的大头盔啊，吼，那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，吼，真有可能啊，是咱台湾大头盔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，吼，伊是直接对全球的人官，吼，来到咱台湾，吼，啊来到咱台湾啊，就保留伫台湾，即摆去大陆找无即种盔仔员。找无即种大头盔，吼，所以头拄仔特别来各位报告，就是讲，咱今来看真侪盔仔员，但是伊即个盔仔员吼，看伊较软细软细啦，但是你若底部迄个点着怎温落，吼，顶早业师就是啦，你顾伊我若是吼，过来点着怎温了，吼，所以即个软细力吼是无共款的啦，吼，嘿，好，过来就是伊要系列带来吼，伊个咏春吼，系列咏春的这个拳。